我自己咧喺我嘅經驗同埋我 background 咧，我其實都係好鼓勵啲人，即係如果你係因為多數都係嘅，即係生活撲街啊，即係遇到啲困難，無論係你關係上嘅困難，同屋企人、同你嘅愛侶、情人、同朋友出事，還是係你財務有問題有糾紛，定係你工作各樣嘢，即係你邊度出事，健康都好，等等啦。我覺得當然身心靈嗰堆工具好多都好好嘅，都會幫我哋。同時咧試下揾多個係咪叫落地少少或者容易啲上手嘅切入點，就係不如 study 翻啲心理學啊、輔導學啊、人體科學啊，即係用翻一啲已存在實證係 work 嘅模式，甚至你話古舊啲嗰啲 NLP 呢啲嘢都好，即係至少你用下呢啲 model， 用下呢啲角度咧去睇翻自己面臨緊嘅情況先咯。